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有一款传说，讲过年树咧要赶走新树野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树，野树的树，读小树第3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树是四脚有毛活的动物，有的字典解说讲树就是四脚动物。那一般来讲，咱讲禽兽、野兽。足歹的野兽，也就是猛兽。伫咧山内走的，毋是水底兽的，咱讲是陆兽。那兽的种类就是兽类，亲像禽兽共款遮尔残，咱讲是兽心。那禽兽的外壳，也就是兽壳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咱同齐来看到头一个读做野兽，意思就是生活伫山内，无经过人饲、无经过人生团的兽类。第二个词读做兽医，咱看起来认为讲这是现代词，其实咧1932年台籍大书典就有这个词，意思就是兽类的医生。那现代有字典解说兽医就是治疗动物症头的医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新闻时阵报道有民众伫山内发现到伤的猛禽野兽，就会赶紧通报相关的单位，送予兽医来医治。好完了后，再搁放回去山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兽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